呢週法庭新聞重點涉及兩宗駭人聽聞嘅謀殺案，一宗係42歲男送貨員向同居女友淋通渠水遭判監出獄後，猛烈搖晃3歲親生女兒致死，被判謀殺罪成，被告上訴判罪。另一宗係2023年荷里活廣場隨意殺男子將2名女途人刺死，被控2項謀殺罪，處理轉介高等法院審訊。另一宗係2名內地長者持匯豐銀行港幣5億元債券到銀行兌現時，被發現係假文書遭拘捕，再被帶上法庭受審。一名14歲少女2024年8月喺旺角金雞廣場後樓梯被多人掌摑約6分鐘嘅影片喺網上瘋傳後，其中一名22歲涉案女子事後被拘控1項襲擊罪，女子早前認罪。女被告代表律師日前向西九龍裁判法院求情時稱，女子已冇吸毒5年，今次係第一次因憤怒而與人打鬥，希望法庭考慮被告已還押1個半月，冀盡早結案，爭取時間陪伴70幾歲嘅外婆。不過裁判官對女被告聲稱已在冇電毒品有保留，說是第一次打人亦很嚴重，監禁或無可避免，將案件押後至5月8日判刑，以待索取戒毒所報告。被告還押後判。原任職《華爾街日報》WSJ 嘅記者協會主席鄭家瑜稱，去年6月當選後不足1個月被炒，相信係因佢參與工會而遭解僱。鄭家瑜向《華爾街日報》提出私人檢控，控以2項阻止僱員參與工會有關嘅控罪。案件日前再喺東區法院再提堂，由於律政司仍然需要時間考慮是否介入案件，裁判官將案件押後至7月2日再訊。曾因向同居女友淋潑通渠水而被判囚20個月嘅42歲男送貨員，出獄後竟然多次猛烈搖晃親生女兒至腦出血昏迷，留醫11日後喺女兒3歲生日當天不治。送貨員早前承認虐兒罪，受審後遭陪審團裁定謀殺罪成，被判囚終身。送貨員日前不服謀殺罪成提出上訴，司法機構網頁顯示案件暫未有該宗上訴案嘅聆訊日期。鑽石山荷里活廣場2023年發生2女途人被殺案，當場被捕涉案有精神病記錄嘅男子，早前被控2項謀殺罪。案件日前喺東區裁判法院再訊，處理交付至高等法院審理嘅程序。裁判官將案件押後至7月14日再訊，期間被告繼續還押。涉嫌持有1999張印有港幣5億元債券嘅匯豐銀行鈔票，到旺角彌敦道一銀行開戶嘅2名內地退休長者，4月22日向九龍旺角渣打銀行行使該批債券被拒，銀行報警處理，2人其後被警方拘控使用虛假文書罪，日前於西九龍裁判法院首次提堂，2名被告暫無需答辯，案件押後至6月19日再訊，以待警方進一步調查。辯方申請保釋被拒，2名被告需還押候訊。呢週法庭重點新聞講到呢度，下週再會。